就算俾你呢個配方，你都做唔出呢個味道。我就係有呢個自信。辣黃蟹係新加坡嘅國寶菜，我哋喺呢個醬嘅基礎上，經過287次調試，仲加入咗我哋大灣區嘅飲食文化元素。醬料配方全部喺晒呢度啦，加入去嘅咧有蝦米、有乾貝、乾葱，仲有呢個泰國辣雞醬。調試完之後咧，我就定咗呢類味型，喺其他地方基本上定唔到噶啦。呢個醬俾斤兩你都做唔到。我哋大青蟹每隻都2.5斤左右。澳洲嘅大青蟹咧，肉質咧比較鮮甜飽滿，所以做辣黃蟹咧係非常之適合呢隻蟹。我哋仲有一道必點嘅鎮店之寶金鮑魚品燒鵝。我哋選用嘅咧係180天左右嘅清遠嘅黑中鵝，肉質咧緊實，脂肪少，不油膩，喺珠三角地區都係比較上乘。我哋首先用自己秘製啲燒鵝醬測試均勻佢，然後咧俾入啲鮑魚啊、金針啊、紅酒啊醃製咗2個鐘。我哋用嘅咧係傳統嘅燒鵝爐燒製嘅，咁底下咧會放火山石，高溫燒300度，燒至4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啦。我哋喺深圳已經開咗30幾年啦，算得上係深圳嘅老字號。喺平山，無論宴請定係接待親朋好友，想要食正宗粵菜同埋生猛海鮮，都會選擇我哋東皇。